啊，若讲到这个手机啊，要再一次讲互乡亲知，这个困前飞手机啊是正伤身体哦。国家卫生研究院上新的研究，困前用手机啊，会影响到褪黑激素的分泌，会延后到困眠的时间。讲这个困前的手机啊，用这个手机啊，每增加1点钟，会延后入眠4.9分钟，而且会致使困眠的时间混乱，会影响到内分泌的系统。安尼哦，是真会得到糖尿病哦。应该困的时间啊，大人也阁陪细汉囡仔咧耍平板电脑，真侪人伫要困之前，拢还阁一直咧使用手机啊，甚至连电火拢关起来，也阁咧用小心哦。要困之前一直咧用手机啊，会困袂去。我们的内分泌造成影响，可能会延后我们的褪黑激素的分泌，还有它分泌的量，所以造成我们的睡眠时间变短，那睡眠时间延后。国家卫生研究院统计数据发现，规工手机啊使用时间每增加1点钟，对延后入眠4.9分，减少困眠5.5分，长期落来，恐惊影响健康，增加得到糖尿病。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精神健康的状态。除此之外，它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人体的内分泌。像过去有很多研究都指出，如果睡眠周期比较紊乱的，那可能它得到像糖尿病这一类这个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就会比较高。另外，像安尼电火拢禁熄啦，伫眠床顶搁咧用手机啊，近距离加上强烈的光源，目睭黄斑部容易受损病变。应该困的时阵，爱赶紧去困，避免一直咧使用手机啊，毋通去手机啊，甲你拔掉生活，影响健康。